我哋翻嚟理財資訊站節目，我今晚咧第一位我訪問嘅咧，就可以話係半途出家嘅改咗行啦，就係、是、做律師嘅梁慧珊律師。梁律師，我哋繼續嚟傾咧，正話講咧就話你係好多唔同嘅案件咧，你都處理嘅。你正話就好客氣啦，話你係新仔入嚟咧，係冇乜得咁樣選擇，咁可以希望可以幫到多啲人啦。咁其實你自己最中意係做邊一類嘅案件啊？我喜歡做一啲咧，對方講出嚟個指控好似好大，其實係完全唔合邏輯，即係輕易幾句就已經可以拆解到㗎啦。即係嗰啲嘅類型嘅案件啦，你根本唔需要引用啲咩法例，唔需要講第幾章第幾節，淨係講佢嘅邏輯，你已經拆穿咗佢。舉個例，有個案件咧就係一個民事 case 嚟嘅，咁嘅原告同被告走去傾和解，傾完之後咧，被告就交咗一個簽咗名嘅和解協議俾法庭，咁就要求撤銷案件。咁但係呢個原告咧就反對，佢話我係簽咗名，但係我當時以為係和解簽到，我唔知道係等於同意咗呢一個和解協議。當時我簽嘅就係白紙一張，根本係乜嘢都冇寫，係對方加上去嘅啫。跟住對方就再反駁，當時我哋有一個中英文流利嘅人同你解釋咗3個鐘頭，咁你亦都透徹明白，所以佢認為法庭應該撤銷。咁以上佢講呢段説話咧，最少有3個漏洞。第一，佢講中英文流利，呢個律師本身自己係唔講中文嘅，你憑乜嘢認為對方係中英文流利咧？佢識講幾句中文唔等於係流利，佢亦都冇翻譯牌照，你憑咩認為佢有能力去解釋清楚俾個原告聽咧？第二，佢話佢陪咗原告好長嘅時間，3個鐘180分鐘，佢係咪全部時間都要嚟解釋俾原告聽咧？佢會唔會係坐咗2個鐘頭喺度玩電話咧？佢會唔會只係坐埋一齊冇解釋過咧？第三，佢話呢個原告已經係透徹明白，是否明白係一個主觀嘅感覺。即使你帶佢去照 X-ray， 你都唔知佢係咪明白㗎。咁對方都冇話明白，你憑乜嘢代佢發言話佢明白咧？即係幾句之後，我覺得佢呢個所謂嘅指控已經係完全散晒㗎啦。嗱，我時不時咧就會接到一啲嘅電郵咧，係有啲嘅觀眾咧，佢譬如俾人撞啦嚇，車禍啦，佢第一個念頭就係話：我係咪應該請律師？如果佢嚟問你佢而家有個意外，佢又唔係傷得好重，架車爛咗，咁係對方錯嘅，起碼佢認為對方錯啦。佢問你：我而家係咪即刻應該請律師咧？你會點樣答佢咧？如果有人同你講有意外即刻揾律師咧，我覺得呢個係廣告口號嚟嘅啫。因為咧，你啱啱發生意外，譬如你早上發生，你下晝未有醫療驗身報告，未有驗車報告。作為一個律師，我接手其實我乜嘢證據都睇唔到，我冇辦法俾一個專業嘅意見你，都冇辦法評估。最好嘅做法，你先報保險，睇下保險公司點樣做先。如果你係受傷嘅，梗係睇醫生先啦。之後有冇賠償係之後嘅事啦。因為你有最少2年時間可以追討嘛，千祈唔好因為擔心賠償而你流緊血都唔去理，即係處理咗你自己嘅問題先。咁律師嗰度仲有時間，佢慢慢可以跟進噶嘛。嗱，我就預先冇同你傾過嘅，但係你嘅答案咧，完全就係我心想嘅答案，我都係會咁樣話俾佢聽咧。你唔需要即刻請律師，因為咧，你隨時可以請律師噶嘛。但係你請咗律師，你甩唔到噶咯噃。甩唔到咩意思啊？好，甩唔到即係話嗰個律師唔會放過你㗎。你一定要用佢㗎啦，以後都用佢。呢個我想糾正下先喎，因為律師公會嘅規矩係唔係喎，即係嗰個邊一個揀律師係完全係客人嘅權利。即使你落咗訂，我簽咗合約，如果突然間你識咗個比我叻嘅律師，隨時可以轉，我要退翻訂金俾你，只係收翻你做咗工作嘅費用。我見到啲律師咧，佢唔會咁樣解釋俾嗰個客聽嘅。佢就話：我已經同你簽咗嗰個 agreement 㗎啦，你一定要用我㗎啦，咁樣會有咁樣嘅情形㗎。我唔相信有咁嘅情況啦。如果係有咁嘅情況發生，你應該即刻去通知律師公會投訴呢個人。譬如話你俾咗2000蚊訂，你認為你個工作應該值500嘅，咁你咪要求退翻1500蚊俾你咯。其實我喺我自己嘅立場啦，如果有客人話已經揾到一個律師係比我更有經驗嘅，我唔會同佢糾纏，即刻退翻錢俾佢。因為時間就係金錢啊嘛，我何必浪費時間啫？而且我自己的確資歷唔多唔切，即係錢你揾到個比我叻嘅一啲都唔出奇。咁你咪去咯，即係祝福你可以成功添。另外，我經常有見到嘅咧，兄弟姊妹之間嘅訴訟，嗰啲 petition lawsuit，譬如父母剩咗個遺產俾咗兄弟姊妹，中間有人想賣，有人唔想賣，明白。甚至有一個係住喺嗰度，其他要佢走，咁啊兄弟姊妹咧就好傷感情啊，咁啊嚟個訴訟啦。你點樣處理呢啲係家庭裏邊兄弟姊妹之間彼此訴訟咧？你會？
其實我而家就係處理緊一個類似咁嘅情況。呢啲案件咧，當然我會盡力去做，但係另一方面咧，我亦都會同個客人講，嗱，而家有啲咩motion 或者動議，我先幫你做。但係呢啲期間咧，我都建議你亦都去比較下有冇呢方面更有把握嘅律師，因為關乎一間屋。尤其是你住喺裏邊，即係話如果輸咗，可能你全家要搬嘅。咁你唔會值得即係去冒險。你如果有一個人已經有成功例子嘅，我會鼓勵你去試去請呢個律師。有啲人通常佢初時揾我咧，佢可能係因為揾我嘅時候有啲緊急嘅情況係要先解決嘅，即係已經冇時間去 shopping around。例如有啲人佢揾我嘅時候已經超過咗民事訴訟嗰個回答30日限期。即係收咗文件之後30日佢要回答，佢唔知道，一直喺度揾喺度拖。咁你再唔答咧，對方已經申請咗 default 啦，即係話法庭可以唔使聽你講嘢就單方面判決。咁你快快脆脆要申請一個 motion set aside 個 default，咁你先至可以交翻嚟嘅文件。你唔做嘅話咧，法庭就唔聽你講嘢就判咗，呢個係最大嘅問題。咁有時有啲人揾我先做呢個解決咗緊急情況，之後佢再有時間再去比較價錢。咁好多時佢因為語言嘅問題，佢又即係想 hold 住我先，make sure 佢自己揾到第二個，佢先至轉嘅。嗱，我又見有啲情況咧，就係嗰個人咧，譬如去某某醫院啊咁，覺得個醫生係醫錯咗佢嘅，有時可能真係醫生有啲疏忽嘅，咁佢咧就當然即係好條氣好唔順啦，就要請律師啊，譬如嚟揾你，話嗰個醫生嚇同我整牙整到我啲牙壞晒啊，或者同我醫啊，我反而仲更加病啊，咁即係話有疏忽嘅情況咁呢啲有冇得告咧？理論上有。malpractice 係嘛？係，即使聽到話哇賠幾百萬啊咁啊！即使醫院叫你簽咗份文件話唔可以告都好，你都可以告嘅。咁但係咧，專業失當係好難成立㗎。好難。尤其是係醫生。咁如果你真係要揾人接手呢啲案件，最好揾一啲以前係醫生嘅律師，因為佢先最熟嗰啲醫學名詞。一個普通嘅律師佢未必可以咁準確知道嗰個程序需要定係唔需要。咁而專業失當係唔容易告嘅。我自己接手即係告翻律師專業失當嘅，即係佢要求可能100幾十萬賠償咯，但係到最後咧可能幾萬蚊就和解嘅，因為你要證明佢嘅失誤令到你輸係唔容易㗎。就算佢有少少疏忽咧，未必一定有罪嘅喎，因為人有錯手啊嘛，萬有失蹄啊嘛，除非佢真係一個所謂 gross negligence 啊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即係唔係話一告就可以幾百萬啊咁樣。係咯，可能有時有啲人見到成功例子咧，就以為即係任何嘢都可以告，任何嘢都可以攞到。但當然你寫嗰個 complaint 陳述書嘅時候，你當然你寫咩落去都得。但係到你真係傾嘅時候，通常退休法官做和解官，佢會同你講呢啲案件，即係佢審過嘅案件裏邊咧，都係好難成立嘅。好，咁我哋呢一節傾到呢一度，一陣間翻嚟咧，我仲有一節要同阿梁律師咧嚟到傾下偈嘅，轉頭翻嚟見。